信愿精进，道业增，净化贪嗔，消业成。为人圆融，烦恼少，口常赞佛，福德全。每个学佛人要懂得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。自信本性是你最可靠。我们每一秒钟都不放弃，那你下一秒就会有希望。世上所有的人都是苦出来的，相信菩萨的慈悲，人只有压力才会有动力，学佛人只有忍辱苦修才能离苦得乐。所以要借假修真，用有限的生命投身到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弘法中去，知道自己的生命无常，放下自我，一生无求，你才能超凡成圣。我们心灵法门一定要热爱家庭，热爱社会，热爱自己的国家，才能让你的心灵得到解脱，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。正信正